中国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货币网已暂停中国大陆新用户的注册，这是为遵守中国政府最新的加密货币禁令而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周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中国的加密货币公司开始陆续退出中国市场。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以及周边地区的维吾尔人将他们购买的历史悠久的教堂变成了一座清真寺。卡梅尔山教堂于1873年建于特洛伊，改建为清真寺后更名为加拿大维吾尔伊斯兰文化中心。开幕式结束后，清真寺内悬挂着一面带有月亮和星星的蓝旗。随着圣诞节的临近，来自国外的5000名重型卡车司机和5500名家庭专业人士将获得为期3个月的临时签证，以解决英国的供应问题。朝鲜领导人的妹妹周六表示，如果可以保证朝韩两国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公正，朝鲜愿意考虑再次举行朝韩峰会。韩国统一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和韩国之间保持顺畅和稳定的沟通非常重要。华为高管孟晚舟24日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后获释，他乘坐的中国政府包机已进入中国空域。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应询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华春莹说，对孟晚舟女士所谓的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塔利班在阿富汗宣布，喀布尔机场的技术工作已经结束，将很快开放国际航班。塔利班发言人穆加希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机场投入运营所需的一切工作都已完成，国内航班正在进行中，希望所有航空公司和以前运营过的航班的国家恢复在这里的航班。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一列火车9月25日下午在蒙大拿州中北部出轨，造成至少3死与50人受伤。当时列车由西雅图驶往芝加哥，驶至蒙大拿州小镇乔普林时，有7节车卡意外出轨。